那个没了让钱说这个人性逻辑对吧？但对人们写了个抄的讲的，人性都怕狂的狂都背，狂的狂都背都是这个人呢。小概呀，那么大个这个什么上过这个身边的建立起来呢，对你们的搞得基本用的。什么就是到什么人呢？个定义的这个相片个逻辑也呢，我看见是丑的。但这啊，是讲讲嘛，都上面定个什么人呢？好的，这突起不得没这个差起。你小概这个，咱南到了这这些年，没就不去用不起，什么人呢？你们人家没就不去带这个什么的。当然没那么人呢，这年那么呀，没家里叫空着休息两百人呢，你稍微可多了，当时什么就细细想点去。你那么那个了呀？这个人性老多记得，这个像这个生活上路倒是靠的人呢，你稍微那个了，生倒是很了解，用这个多啊，是什么？实际的人的三把上过谁啊的？第一个是好的，是怎么那个实际是那个人上把上过头的要的，经常记不记得？经常实际那边就过来，投射的什么什么上过谁的头头啊？我们这个给些听呢，弄了呢，确定有个人，什么头了解，什么上过去的有个人是给知道，我们这拍些些个人，什么头了解都是，我们这严肃叫啥的，你这个了嘛，你这个这个嘛是吧？你这个了嘛，你现在空着三些单位人呢，严肃人还要嘛嘞，是吧呀？在这里意思啥的，严肃叫啥的 ，relax 啥的，搞到什么头了过多啊？什么主要的让起这个这个意思啥呢？可懂得什么上过车位呢，落头了用多。